让我们看看这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。一开始是小火，但因为师傅违规，装载了蜡，火势控制不住。货车师傅打电话求救，看着无奈的样子，心态崩了。下半辈子咋办？之前死啦，仲快啲走點算啊？你係有油啊！短时间内蜡流淌出来，烧着了旁边因爆胎动不了的小白车。油出咗嚟未啊？天价不过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全损坏新车，懂得评论区说说。死啦死啦！这时候一栏目流淌出来，火烧沙连園啊！波及旁边的電單車，還有換電站。喺度唔走冇啦，嗰部車。我屌，我碌柒啦台車。冇啦冇啦，入晒火堆啦。屌！哇，超過你呢邊啦。哇屌啊！哇屌！冇啦部車，快啦快啦！哇喂，個電機碌柒啦，電機。今天只有殘留的輝煌，迎着光輝歲月，風雨中爆緊自由。一生跟過彷徨的掙扎，自信可改變未來，問世又能知道。